我就是老于。这张就是我拍的，这张也是我拍的，这张也是我拍的。发现没有，这些照片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从来不拍风光，只拍人文社会纪实的片子。因为对于我来说，风光是用来看的，世界上再美的风光，对于我来说不会为此付出一次快门。塔什库尔干向我展现了他最真实原本的样子，这对于一个人文纪实的摄影师来说是非常珍贵的。塔吉克婚礼要举办3天3夜，载歌载舞，很热闹。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，充满了温情，这很打动我。在参加了一场塔吉克婚礼后，我决定定居在这里，用相机跟踪记录30年。从摄影师到咖啡师，同样源于热爱。我的咖啡馆呢，被游客称为中国最西部咖啡馆。旅游季节的时候，客人非常多，我给他们做手工咖啡。当然了，每个打包袋上都是我亲自手写的。这让我觉得我和客人之间多了一份温情。每天早上9点呢，一般都会准时开店。至于几点关门嘛，我们的营业时间上写的是不一定，因为客人不一定什么时候来。邻居老太太呢，经常会跟我送馕，因为她觉得我太忙碌了，然后很瘦，所以老觉得我吃不饱，经常给我送馕，在家里落了一大摞。现在我也不知道能以后还要待多久，也许10年吧。Nice to meet you.